食青偏冲巧，三日毋食虫毋能弄。新闻讲台湾应该是插进来经常使用日，是该东西大体来讲唔多润。台湾人讲三日毋食青偏冲巧，三日毋食虫毋能弄。伫遐青讲嘅係青菜，偏冲巧意思係行路大腳片嘅用語，葱係講菜葱，能弄係聰明生發嘅意思。佢基本意思係三日毋食青菜，因為炎炎，行路會行到大腳片；三日冇食到菜葱，因就會戇踢唔生發。因菜一般人家三菜唔係一分鐘，做嘅事就下粗欠，菜天菜愛做鹹，旁尾係愛打定盤包出去做事，愛下好準備。所以如果鹹湯從鹹菜乾、玻璃菜乾、菜脯料都係前就做嘅菜。煮菜要青菜河幫，要做菜葱。公眾入係辦法大嘅蔬菜，做行業工作唔都要用工作，所以青菜都行一道葱啊。婦人家做盤那要硬慳，拖到硬功夫。一下冇生意，是盤驚怕就會夾到做葱嘅菜。係中意木做眼裏，看到菜行做葱啊就微微滾。大人就會講：三日毋食青偏冲巧，三日毋食葱毋能弄。來鹹日毋食薑，菜葱未食得。目的是係鼓勵人愛多食青菜，因才怕某日為老大家講，某個東西愛食幾多，就啲加食到青菜，因為下空氣。新版國民飲食指南建議13日建議最少愛食青菜類3到5盤，總共都是青菜少年葱。